都怪孙女一时疏忽，被他察觉了。你一向都很机灵，今天怎么会在那种场合打电话给我？我没想那么多。小荣，我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。既然他不肯配合，那就只能用些手段了。你去外面看店吧，爷爷想休息一会儿。好。畅快已如天一阙，不问今夕是何年，淡然逍遥在人间。走过前世雾蒙蒙，世人皆在寒梦中，念波长空，扶摇直上震苍穹。另个真容，我一笔写爱恨缱绻，文字隽永，我一笔皆变因果夙愿。对酒当歌，看我自如临近红线，故意如烟，为尘雨三千。扶摇逆月，摇尽晨光，明月送竹简，遇上情劫，残星北斗，劈山越指点，风落苍间，却能可成关入二三绝，无比无人生一夜间。爷爷设计这一切，就是为了赢取你的信任，再利用你体内的青莲遗笔，找到管城七侯。你为了救我，连小命都不要，也算意外收获。堂堂比种力，比区区比童还要听话，哼，真是一个优秀的傀儡呀！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，我老妈怎么没告诉过？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啊！哟，真巧啊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哼，不巧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找郑和。哼，找你也可以啊。我掉的那支笔铃是被你捡走了吧？偷拿别人东西可不好啊！我给老李了，你去管他要吧。切，他还来这一套，你根本就不是诸葛家的人。哼，反正是你惹不起的人。啊，这么说你是韦家的人？你才是韦家的，你全家都是韦家的。啊，干嘛发这么大火气啊？韦家的人惹你了？哼，既然两边都不是，那就是单干了。要不我们合作吧，等找到管城七侯，好处咱们对半分，怎么样？哼，女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哎呀，小小年纪说话好刻薄啊，真伤人心。哎，难道你是被韦家的女人骗了？你胡说！哎呀，小弟弟，你怎么这么容易被看透啊？怪不得被人骗。你笑够了吗？
没有？放心，我很有诚意的。这样吧，只要你同意跟我合作，我就把郑和治好，怎么样？啊？这女人又打什么鬼主意？哼，本大爷是不会上当的。毕竟是一条人命，你可别见死不救啊！切！我凭什么相信你？用无心散着笔筒换青莲乙笔的笔种力做帮手，这个买卖很划算呀。哼，还不是也想利用我？好吧，但你要先救人。没问题。走，先跟我去拿救人的工具。先哄他把郑和治好，至于合不合作的，再说吧。这年头，谁还不会糊弄人了？只要他有召唤比灵的意图，我马上就出手。啊，在哪儿呢？找到了，就是他。喏，哦，就这玩意儿能把郑和治好？那当然，我这砚台可是很有灵气的。不信，你感受一下。嗯。你是不是玩不起？看来你是注定要被女人骗。哎，我不就是跟1楼、2楼、3楼、4楼的护士们聊了一会儿吗？这俩人都跑哪儿去了？小荣？嗨，还说你人呢？哎，小罗呢？可恶，又被耍了！比灵被压制了，难道是因为这张纸？该死！哎，小可爱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给老严打电话。已为您搜索如何给考研做规划。你跟我在这空耳呢？我才不想跟你亲嘴呢！闭嘴吧你，真是讨厌！已拨通老严。哦，算你识相。哟，醒了？睡得好吗？这什么地方？
法源寺，方便我要你小命的地方。你要杀了我去比？用你的青莲仪笔换我被偷的那支笔，很公平。阿弥陀佛。秦姑娘不久前刚在韦庄伤人道别，没想如今仍在作伪，真是罪过。二柱子，去把秦姑娘打晕。嗯。我要打你了。快出手！只要这次破险，我保证今后绝不害你。真的吗？我不信。横竖都是死，不如拉个垫背。混蛋！好家伙，动作真快！这两人连出手使用比灵的功夫都没有。好机会！怎么停手了？起来吧，我们重新再打。年轻人，你也太讲武德了吧！对付他这种人，不必留情面。嗯。敢乱动，我马上废了他的手！我要散架了。你刚刚出手为何犹豫？彼得师傅只让我打秦姑娘，可没说要打她。还是讲点武德好，不然我这脸就成盆地了。阿弥陀佛，贫僧法号彼得，他叫韦才庸，你可以直接叫他二柱子。请问这位先生尊姓大名？我叫楼中夏，就是个大学生。你的比灵，刚才就是被他所压制吧？我没有比灵。传闻青莲仪笔现世，原来就在你这儿。哎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上面写的是崔浩的黄鹤楼。哎，李白曾在登上黄鹤楼后，想要题诗，却作罢，只沉吟道：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浩题诗在上头。”就是因为这首诗，我才知道的。虽然对真正的青莲笔作用不大，但用它扰乱青莲仪笔的气息还是可以的。哼，有文化真可怕。好吧，既然瞒不住，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。罗先生不用紧张，我们并没有恶意。哼，这种话我听的耳朵都长茧了。飞流，行。怎么回事？我还没念到最后一句呢。罗先生最好别再试了。你念诗的韵律已被我打乱，强行提气，只会自伤。不愧是青莲仪笔，有大将之风。你们到底想干嘛？自宋代笔种关闭之后，青莲仪笔再未出现。如今有幸得见，只是想与你探讨一二。啊，笔种在宋代就关闭了。如今众多笔种吏都想寻得管城七侯，
就是据传可以用它重开笔种。罗先生身怀青莲一笔，竟然不知道这些吗？我感觉自己什么都不知道。一开始我只是想找一支毛笔。罗先生的经历堪称奇遇，由此看来，韦世然果然还活着。你说小荣的爷爷啊，他不是你们韦家的人吗？20多年前，韦庄由于继承人的问题引起了一场风波。韦世然利用此事挑拨庄内众人掀起大战，导致死伤无数。他也从此不知下落。真是个老狐狸啊！看来他当年叛逃，多半是与青莲一比。有人！啊！看我乾坤脚！这声音是韦权！是老严！别打了，自己人。小罗，这是我朋友严正，自己人。二位幸会。哎，你是怎么找过来的？哼，顺着电话找来的。刚才的事我都听到了。哎呀，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既然秦毅的笔灵是从韦庄偷的，那你一定知道我这是什么笔灵了。严先生体内的是汉代张敞的画眉笔。张敞的夫人因受伤而眉角不全，于是他每日都会亲执笔墨，为夫人细细画眉。哦，画眉笔，怪不得能跟你神会啊！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暖男而已。哎，对了，小荣让我给你看样东西，还说这东西挺重要的，让你赶紧看看。给你。彼得师傅，又有人来了，是大门方向。是诸葛长青。灵气凝滞，是这里没错。他要干什么？法源寺是唐太宗为战死的将士所建，民国时更是一度成为停灵之所。此地气息阴郁悲怆，致使灵气难以流转，能够牵制从人体内突出的笔灵，正适合杀人取笔。秦姨带你来这儿，也是因为如此。差一点，也是这个下场。你住手！哦，原来你也在，青莲一笔。如今
身体。